新城勁爆頒獎禮2025-27號喺灣仔會展舉行，林家謙成為大贏家，勇奪勁爆年度歌手、勁爆唱作人金獎同埋勁爆歌曲獎3個大獎。Jeffrey 表現都唔錯，攞到勁爆合唱歌曲金獎、勁爆歌曲獎同埋勁爆10大卓越歌手獎，算係2個半獎。林家謙訪問被問到滿唔滿意成績，佢謙虛咁話所有得獎者都係大贏家。佢透露2日後會出新歌，為今年樂賞圓滿句號。Jeffrey 就表示對今年喺音樂同電影上嘅表現感到滿意，計劃明年出新專輯。林家謙訪問笑住話 Jeffrey 仲差佢一餐飯，因為舊年佢幫 Jeffrey 作曲老職，但對方遲遲未請客。Jeffrey 搞笑咁邀請林家謙去慶功宴，但被林家謙嫌佢一年拖一年。Jeffrey 再被追問婚事，佢話同女朋友有結婚共識，但細節仲喺計劃中，仲笑住話要努力做嘢儲老婆本。其他得獎者包括攞到勁爆女歌手金獎嘅李幸倪、勁爆男歌手金獎嘅 MC 張天賦，同埋憑用背脊唱情歌攞到勁爆年度歌曲嘅湯令山。